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太鲁阁号败马事故，互人发现这个标案有真侪疑点。李义雄这个人真可累累，为什么会当一届搁一届标到代替的工程呢？有学者来点出，讲这个代替内控的机制出真大问题，对施工风险的管控更加是严重失职。来看咱的追踪报道。可能你已经看过这段影片，408车主太鲁阁号4月7日透早通过仁和磅空，7秒时间为人间驶往地宫。我不知道应该形容这是杀人机器还是什么。心真的好痛嘞！为什么台铁老是在出包？到底是倒一部分出问题？时间无法度倒头行，要不然是司机员会使得到警示提早减速。若是讲厝内的工程车被挡在铁机路外口，敢会有搁较侪性命会使继续因的旅程？时间又回到迄一天早起8点09分，调查工程车经过花莲吉兰乡副驾驶座阁坐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，到8点49分，会使看到工程车载几台链仔来到工地，其他车辆嘛伫半点钟内陆续会合。不过会知影，连假迄一天明明未使施工，不过包厢却伫现场活动，致使后续意外发生，因是安怎会这敢死？先刹车啊！先刹车。穿蓝色衫，行路3角6间，经过采访镜头，伊是李义雄，调出工程车驾驶，伫意外现场行来行去，食槟榔敲电话。代志发生当时，伊伫路坪顶咧看，身为肇事者又搁是现场看到的人，不过第一时间通知消防队的却毋是伊，是受害者。敢是延误警示，扩大伤亡，这还搁调查。不过更加可疑的是伊的背景。现场工程的故事牌啊，李义雄挂名工地主任，施工厂商是东信营造，不过李义雄名下是2间公司，义庭营造甲义雄工业社负责人，表面上伊违反了营造业法第28条违规兼任。不过外界更加质疑伊照牌标案，借牌的借人的牌来去标，伊家己根本都资格无够。出面去标的人，跟他探几个贵秋级啊！如果现在规定借牌不行，他就用一种私底下，其实就转包了，不你替我去标了，实际上我来做。要跟死者来道歉吗？李义雄议定营造体是一级的执照，而这摆铁路行车人员改善计划是甲级工程。原本无法度看及接这个标案，透过东信营造分包转包共款会使摕到。这款的模式为甘做联合在地专案管理中央工程到花莲工务单，拢当作无看到。代替来控机制，敢若已经失灵啊！甲级工程它一定有譬如相关的这个门槛。要拥有什么样的这个专业技师，拥有什么样的这个机具设备，转包给别人，他该有的技师，该有的这个专业技术水准，可能就不是他这个投标文件上面写的东西。另外，李义雄伫2008年时，捌因为围标被判刑；2009年被政府列入采购黑名单；2015年又牵涉到伪造文书，留下种种不良记录。义雄工业社却有法度伫5年内摕到6件代替的标案，更加引起多类厂商的质疑。不过，花莲县政府已经出面否认。专家指出，除了承包管控有问题以外，代替本身就无防载异性。可以沿着这边打钢轨桩，就算万一有任何车子想要滑下来，都会被这个护栏给挡住。阮访问到有30年工程现场顾问经验的北科大教授叶志宽，伊甲阮讲，设护栏是上界基本的防灾计划。因为这个基本上是有潜在危险的，有潜在危险，你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措施。我看那个边坡都是裸露的嘛，这个工程应该没有考虑到防灾的问题。其实施工单位要对代替提出警示，爱做护栏。后来查入结果，有开会结论说可以做，但是要钱，有提到这个问题，那设计师他们就回去就没有消息了，就不了了之了。这个也加不了多少钱啊，这个绝对加不了多少钱的呀。花那么少的钱可以得到那么大的安全的效益，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呀。一场人为意外代替9年来结构性累积的问题，又搁浮上台面。失灵来看，薄着防灾无负责的包厢，规拢零起螺丝和公共安全防治的阵咧倒落去。希望惨痛的教训会使唤起政府改革的决心。